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金门二大岛有一个兵仔失踪2天，陆军当咧找人，有消息讲兵仔收去中国，互救起来，但国防部也咧查证。产险工会表示，3月20开始，确诊轻症人免隔离、免通报，所以就无算是为着法定传染病，防疫保险未合规。中台湾通勤月票，台中市民市内一个月299块，下关市区彰化、南投、苗栗一个月是699块。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昨发现历史守备大队二打岛有一个细弹的兵仔失踪，陆军成立专案小组，把握黄金72点钟找人。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袂下提责任。即摆有消息讲，这个兵仔收去中国，无气力啊，互中国海警救起来。但国防部表示，目前无接到通报，会请海巡署查证，才对外说明。会担心儿子吗？他有没有跟你联络？面对镜头拢无讲话，家属心情沉重。陆军金防防卫指挥部查到发生历史守备大队二打守备队4弹的伤兵失联，陆军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搜查，家属嘛坐飞机去金门转坐船去大打岛。主任有没有可能游到对岸了4弹伤兵失联2天，因为手机信号也显示伫倒位周围。国军把握黄金72点钟持续搜查。很多的预测啊，我们都不做评论啦。现在我们就是一定要掌握黄金72小时来协寻，这个是我们的关键。国防部长邱国正切查对外回息的，互人问起敢是去，是毋是有翕到官兵，伊表示爱进一步查证，强调袂推卸责任。伊讲为内部管理到管家拢会深入检讨，佮公布伤兵有外务甲债务问题。外界关心4弹的伤兵是毋是有可能搬到去兑换？一报道传出4弹的伤兵收去中国，体力无够防救起来。国防部表示无接到任何单位通报，爱透过2方协同执法管道查证。到目前没有任何讯息讲说他已经到对岸或如何啊，所以我刚才讲我没办法预测，好不好？所以非常说很遗憾一件事情，我们持续要找嘛，找到人再讲。巡回经过的这个中国海警救援上来，现在人应该在大陆地区。那下一步进一步，如果还有需要这个两岸沟通协助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努力，看怎么样让我们的士兵回到我们这边来。若是中专身份中心发生点45地称，互人换做无形称，一家陆检99里发现体救育部称称机有检，这拢影响国军形象。邱国正表示，目前移送司法调查，国防部原来做行政调查。海军司令文家祠进前亲身主持军品维持检讨会，讲气械弹药安全是上基本的，要求主管单位深入检讨原因，精进内部管理，强化清点甲遵管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宣布，今仔日开始恢复两化10个飞行机航点，甲13个包机航点。行政院长苏陈建仁表示，这是台湾展现上大的善意，希望两化会当达到总统蔡英文要求的健康交流。那中国国台办表示，这个规划有符合需求，嘛希望台湾赶紧全面开放直飞。咱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嘛讲，希望中国未来莫甲开放观光、甲政治牵做一伙。陆委会宣布，7日开始2化复航，开放广州、南京、重庆等10个定期航班航点，另外开放13个申请包机航点，包括沈阳、无锡、海口、中山等。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台湾疫情已经妥善控制，希望2化关系一旦达到总统蔡英文所要求的健康有秩序的交流。我们陆委会呢也释出了台湾最大的善意，我们也希望两岸的关系呢能够透过这样的途径呢，能够达到总统所要求的这一个健康有效的这一个交流。国台办也回应表示，相关规划符合需要，希望台湾会当赶紧推动2化直航、海上直航加小三通全面正常化。2化复航时机点有外界解读是要降低蔡总统伫要出国访问的影响。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坦白讲，伤济甲伤敏感，未来观光开放，希望对话莫有伤济政治考量。我想每年都会有春暖，那花要不要开是要靠双方来共同的这个挹注。109年进团所以我想说观光的手也要大陆那边要开了我想说这边双方都来努力。
什么时阵开放陆客来台湾？高雄部也表示，即马已经有好的开始，会继续发展。清明节前，小三通原来会开放陆客中转。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起，会继续推动开放大陆观光客到金门访问，希望金门的经济会当赶紧搁繁荣。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仔日以2952票全票通过，连任第3届的国家主席，甲中央军委主席，继续落权当政军。美国情报单位表示，习近平伫第3届任期可能会威胁台湾要统一。若阵无法度顺应的意，中国就会用武力统一台湾。2952票宣读完毕。在普选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意外2952票全票赞成，0票反对。第3摆当选国家主席甲中央军委会主席，展开史无前例第3任期，当政军也安安。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汉城接替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赵乐际接替栗战书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习近平亲信李强做国务院总理，王沪宁是做全国政协主席。2会了后，习近平全面掌权时代正式启动。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习近平把所有的人事通通是抓在他手上。那么跟过去不一样，过去还有所谓的这个团派或等等。美国情报单位报告指出，习近平在第3任内可能就统一问题施压台湾，高享受美国影响力。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表示，若中国相信和平统一不是选项，就可能真正想要透过军事手段达成，免结果伊的野心。It is not our assessment that China wants to go to war. If they believe that peaceful unification is not an option, then they are in the potential for actually trying to achieve it militarily, and they are certainly planning. We don't see evidence today that that she has made a decision to invade Taiwan. I w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ambitions.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赫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争，拍定中国军舰会将做美军首要任务，来防止中国封锁台湾。北京发布自04年预算国防部太平洋协作倡议，编列91亿美金，希望强化美军实力，确保战胜中国。记者综合报道。陆军官校伫中国广东的黄埔创校，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才搁伫高雄办一间。但年6月16是校庆。最近却传出有退伍社团要招500位黄埔军校的校友去中国参加建校99周年的活动。咱陆军军校学校校友总会就呼吁校友爱斟酌，唔通败落中国统战的阴谋。若退伍会主委房世宽嘛批评讲，即马留点中国的黄埔校友拢是投降予中国的人。两岸维持对立的局面，最近煞有一寡退伍社团邀请500个黄埔军校校友去中国参加建校99周年活动，引起注意。面对立委关心政府立场，国防部长邱国正切实表示，任何交流拢会合理合法。任何交流也要站在一个合理合法的这种手续。这我们绝对遵从。陆军官校国叫黄埔军校学校伫高雄红山，当年拢会举办校庆。针对中国也要办校庆，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友总会第一时间发声明，强调毋是举办单位提出正式警告，校友爱谨慎思考，毋通落入统战阴谋。陆志琴指出，过去去中国参加校庆的人无偌济，不过政府最近无重视，才会予中国摕到主导权，目的是要抢夺黄埔正统。现在我们的政府根本就是非常漠视这一块，而中国大陆在几年前就以国家的力量在筹备黄埔100年。这几年黄埔军校校庆，103年拄到90周年校庆，前总统马英九亲身主持；105年由总统蔡英文头一遍主持，后来由陆军司令甲国防部长主持。这2年受到疫情影响，改用线顶庆祝。房世宽批评，即卖中国黄埔人拢是投降的。在大陆上现存的这些黄埔的人，在我心目中，效忠总统的、打这个抗战的和剿匪的都战死了，这里边的应该都是这些投降的吧？由中共党政军所主办的活动是有罚则的，最高还可以剥夺全部的退休给予。我们必须在
法律面上也要给予完善的提醒。立委提醒，退役官兵去中国若是违反国安法，会停止退伍给付，各地土退休俸。邦世宽表示，退伍会当地筹办明年100周年校庆，相信退伍军人团体会参加。记者综合报道。3月20开始，确诊新冠肺炎轻症的人免隔离、免通报，煞嘛无法度领到防疫保险的理赔。产险工会声明表示，因为3月20解除轻症隔离了后，确诊中重症才需要通报，所以讲无症头也是轻症，都无算是为着法定传染病，防疫保险当然都袂甲赔。而家病毒强症搁进一步，3月20开始，确诊新冠肺炎轻症免通报也免隔离。指挥中心进一步解释，除许患者确诊了并发肺炎需要上诉治疗，或者是并发其他病症去急诊，或者是短期治疗，大符合专责病房，都由院方通报，也就是符合定期才算第5类法定传染病通报对象，也就是回归到严重特殊性传染肺炎。需要住院或者因此死亡的才列为通报的条件。所以一般的轻症或者是住院，但是并没有这个新冠肺炎等这些问题的民众，都不是需要通报，也不是属于法定传染病的对象。民众就关心，若还有防疫险，敢也个人申请理赔呢？金管会表示，关键就看保险合约是毋是约定是法定传染病，定同选股，免通报轻症确诊者，恐惊领无理赔。确条是说，法定传染病的话，就是要符合理赔的条件嘛。前提就是法传，如果是法传与否的，才是后面是理赔的一个审酌的一个条件。对，这个才是核心啊。这个保险本来就是这样啊，没有一定，就是有就是一个保障啊。我觉得之后确诊的话，应该也比较轻症啊，也还好。用隔离，他可能就得不到理赔，你会觉得这样子就是有点不公平。太公平。对，有点不公平。产险工会7号开上部理监事会了后，宣布根据指挥中心上新定义，新冠轻症已经不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确定病例，无属法定传染病范围。3月20开始，若经诊断是轻症，保险公司免赔。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总统大选的日子确定啊，中选会决议定伫明年1月13拜6这天，若立委选举嘛同一天举办，即阵倒头算是剩308天。中选会公布第16任正副总统甲第11届的立法委员选举的时间表，今年9月12到12月初4开放候选人登记，12月11抽口仔决定候选人的号码，12月15正式公告名单。那大选是明年的1月13。你看，大看即阵国内欠鸡卵，鸭卵的价数嘛对咧起到1斤48块历史新高。中华水禽协会就表示，目前大约有2-3成鸭卵提起补鸡卵的需求，不过饲料成本高，农民实在经袂掉，国不集中才会起价。那刷落来，敢会欠鸭卵咧？农委会评估，要供应5亿只需求，应该是无问题。卵已经卖了的果实，就放伫空的卵箱顶悬，边仔咸鸭卵10两行，爱消费者莫阁问啊，这是俗的。爱安尼提醒，就是因为问的人伤济啊。最近民众卖无鸡卵，想要青的鸭卵来代替，但是青的鸭卵嘛同款欠。这边也没有生鸭蛋哦，目前没有，也是卖光了，卖光了。所以民众真的很爱吃蛋哦，蛋需求量真的蛮高的。中华关水禽协会讲，最近鸡卵欠货，至少2成到3成的鸭卵是代替鸡卵的需求。再到鸭卵产地的价数，对1斤45是起到48块，创史上新高。理事长吴宏基讲，进口饲料的成本同款价数真高，加上禽流感已经经足久才起3块，1斤8粒鸭卵起3块，其实6粒才起无4角。消费者就理性的采买就好了，等待疫情过后跟那个饲料成本回稳，我们蛋价就慢慢的也是往回走啊，成本先降低，我们那个蛋价才会降低。农委会指出，讲国内的卵鸭在饲的有200万只，生产是稳定正常。鸭卵大多数拢加工做皮蛋，也是咸卵，起价是反映成本，应该袂影响到5日节。这个是反映之前的饲料成本上涨，端午节前，那相关的加工业者都会备料，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反应。
欠粮的问题当时会当解决，注意单结重工，逐礼拜会有100-200万粒进口的来补即马欠的。但是国内爱开互3年，爱到5月还是6月。嘛有专家认为讲，规去进口中国的鸡卵就会当解决问题。但风险局强调，即马进口鸡卵爱以无禽流感、无注疫苗的国家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初九个大规模攻击乌克兰，射84粒飞弹，上无有11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当地扎波罗热核电厂嘛断电。这座欧洲上大核电厂虽然已经闪过几6届攻击，不过国际原子能总署就烦恼讲，后会恐惊就无遐尼好运啊。建筑物被轰炸了导火，消防员伫拍火。俄罗斯伫初九发动新一波的攻击，总共射84粒飞弹，其中有6粒匕首及音速飞弹闪过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俄罗斯讲伊是针对基础设施，不过乌克兰讲有命体被写掉。乌东的顿涅茨克城市沃尔诺瓦哈公家受损害，有百姓受伤。工业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也受损严重。泽伦斯基讲，伊无法度想讲，哪个普京今年会是什么情形，因为普京互人袂信任的。Це просто вже за визначенням означає, що Росія не може бути сумлінним учасником будь-яких відносин в атомній сфері. А отже, чим швидше російська атомна галузь опиниться під санкціями, тим безпечніше буде світу.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因为失电，在拍人指挥交通，手机充电爱用发电机。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is running on emergency diesel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This is the 6th time. Each time we are rolling a dice. And if we allow this to continue time after time, then one day our luck will run out. 扎波罗热核电厂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就因为安全的问题正受注意。国际原子能总署也捌入去视察，战争拍袂煞，也代表欧洲上大核电厂的命运，伫战争结束之前，拢无法度预测。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为着要加强处理食酒赛车，今年开始甲车扣押保管伫拖吊场，不过实在扣伤侪车无地动啊。当局就决定要甲车关予乌克兰的军方甲病院，这嘛正做一种支援乌克兰物资的新方式。一台搁一台车，互非政府组织推脱车队员工开启哩车辆运输车，这车拢是啉酒开车按架内底互吊扣的车，要准备送去乌克兰。It actually is very scary when I realized this amount of cars driving around with drunk drivers. I said that it's like we have actually so many kamikaze drones, but luckily not exploding. 为了加强处理啉酒开车的状况，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为今年开始会甲违规的车辆扣押保管伫拖吊场。过去2个月，这个有190万人口的国家，都有200名驾驶伫酒测的时阵测量到酒精浓度超过0.15帕，互警方扣车。其中一台车内阁放着一张俄罗斯国旗。在吊扣的车愈来愈多，拖吊场更要无所在通放车。原本拉脱维亚政府想要用拍卖方式来处理车辆，也毋过拍卖速度真慢，就决定透过非政府组织推脱车队，把车关予乌克兰军方甲医疗机构。Right now is tax authority cooperated with Twitter convoys and they're choosing the right proper cars and first delivery already happened. I'm very happy about it. 拉脱维亚是欧洲国家啉酒赛车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警方统计，2022年就有4300名驾驶因为啉酒开车超速，造成将近1000件的车祸。暂时拉脱维亚当局每一礼拜会提供20台可靠的车辆送去乌克兰，而这车队除了协助当局关这车辆。为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嘛伫社群网站推特面顶展开募捐，摕到差不多200万的欧元，超过台票6600万的金额，用伫买甲修理中国车，而且送去乌克兰支援。国际新闻台是董平益。德国第2大城汉堡市昨一间教堂发生枪杀案，造成7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警察表示，凶手可能是其中一个死者，案犯案的动机要该调查。这栋伫个德国第2大城汉堡市道博斯特尔区
德尔伯格街挖到一间汽车维修厂的30楼建筑物，是人类新兴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做礼拜所在。吹到下午9点多，突然间传出12声连续庆声。15分钟后，将在警察甲地检部队到现场，由封锁线，请附近的民众为着安全点的出来卖菜。也用手机发警讯，请大家离案发现场较远离。Also ich habe auch 12 Schüsse gehört bei Zeugen und Hofers und nun ja, ich habe mich dann auf jeden Fall gleich distanziert. Ja, ich habe Schwerverletzte gesehen, auch mit Müllsäcken, Tote, die da eingewickelt worden sind. Das ist schon ziemlich heftig. Und nun ja, war schon doll, ne? Also es war schon ziemlich heftig, diese 12 Schüsse, die gefallen sind. 警方检视现场了后讲，凶手可能是其中一位死者，因为伊犯案的动机也怪调查。 Wir haben keine Hinweise darauf, dass ein Täter flüchtig ist, sondern eher Hinweise darauf, dass ein Täter eventuell im Objekt ist, eventuell sogar unter den Toten befindet. 汉堡市长茨恩切尔伫咧 Twitter 讲，这是一场互人震惊的案件。警方呼吁大众唔通散布无根据的假设或者是谣言。总部设伫美国纽约，19世纪末期由查尔斯罗素所创立的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甲传统基督教正无共款的教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 这几年，印尼的首都雅加达的人口是愈来愈多，环境污染嘛真严重。政府打算要甲首都刷起东加里万丹省，新的首都要号名努山塔拉，包括总统府一寡建筑要赶伫明年8月国庆进行完工。不过，开发的地点真热带雨林，专家会惊会破坏动物的生态地，夺走原住民的家园。 真快的热带雨林有几多位工程当伫进行。印尼当伫起新都，按算甲首都为雅加达迁徙到婆罗洲东加里曼丹省，号名叫努山塔拉，也就是爪哇语群岛的意思，符合印尼由真侪岛屿组成的特色。完工了后，面积已高是纽约的2倍大。政府是希望迁都会当缓解雅加达人口上客甲污染严重的情形，要提出30年税收减免来吸引企业来投资。 We love to see that this city is not only livable but also lovable, yeah? So that you know it will become a vibrant city, not only a government city. 新首都以影响森林都市规划，官方讲会彰显再生能源发电、绿建筑也加智慧水资源管理。不过专家是烦恼大规模开发，会致使当地特有的红毛猩猩加马来貘失去生态地。Kemudian misalnya kalau ada melewati koridor satwa, harusnya satwanya dipindahin dulu. Karena butuh cepat, satwanya nggak sempat dipindahin, jadi main bangun begitu aja gitu jadi. 另外，在地原住民也有可能失去土地，无厝通住。国家原住民的土地大部分是由家族啊共同持有，在无文件记录的情况下，就算政府讲会依照土地所有权进行补偿，原住民的权益也是受影响。 Bahkan lahan-lahan kami berkali terganggu, diambil secara paksa atau dibayar secara paksa. 虽然争议不断，印尼政府也是伫今年1月通过新的首都法，用代票1兆242亿，投入7000个工人建造努山塔拉。截至2月，工程已经完成14%，包括总统府在内的主要建筑。希望会当伫2024 8月进行完工，伫8月17印尼国庆日迄天正式启用。 公司新闻纽约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致使欧洲的能源价格大起。英国的电池去年就起67%。一间挪威的企业就针对大家人家提供太阳能发电家电方案。英国天然气公司嘛有相像的服务，让消费者会当加减欠一寡电池。 用太阳能发电伫英国的再生能源当中，产出的比例是无够10%，但是业者同款对当地市场是真乐观。对挪威奥斯陆内的2016年才创的公司 Autovo 是针对家庭这种小型的用户，推出替因打造的太阳能发电的方案。先去登录专门的应用程式，甲手机也是平板，写邮地区号也是地址，伊就会帮你算曝日的时间和省偌济电池。It's very simple. You go to atovo.co.uk. You enter in your postcode, and then you're able to generate basic pricing based on whether you want a battery, how many panels you want. 根据太阳能发电产业界的估算，一间厝若装10组的太阳能板，是开5000英镑，合代票是184000块。以每个月160英镑去分期，3年会当还了，电池会当省49%。And we've had a combination of soaring energy pric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n also we've increased our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home
through a number of reasons, including electric vehicles. 不过每个月160英镑的分期合台票大约是5900，对普通家庭嘛无算是细条的。业者除了互民众分期来买这发电的设备，嘛按算甲其他国家的经验刷来英国推出方案，互民众会当用租的。 We produce the same amount of solar kind of electricity as comparable to, say, Germany and in many parts of France and Spain. So there's quite enough sunlight in the UK. 英国吉亚暗报的报道指出讲，全英国上大的能源业者英国天然气公司，为了提供更较多元的服务，嘛提供客户会当免费来咨询。那客户想要来装太阳能发电的设备，业者会当帮民众来算相关的成本效益，包括装设备爱开偌济钱，含会当省偌济电钱等等。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 镜头港的国内交通部补助北中南通勤月票，台中市长罗秀燕今仔日公布中台湾方案。那准是台中市民伫台中市坐公共运输，一个月是299块坐物件。若是台中、彰化、南投、苗栗、下县市通勤的人，台中市民逐个月是699块，其他县市是999块，上近5月会开始实施。 乘客伫台中市台湾大都坐公车车班真接，而且有10公里以内免费，也可以当转坐捷运，也是其他的运具。为了鼓励民众加使用公共运输，台中市长罗秀燕也伫7月公布中部4县市的公共运输电机票方案。 我们之前已经推市民限定，我们走得很早，所以呢，我们有掌握这些资料，现在会再额外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但是我们就不会像其他县市那么辛苦，一下跳这么多。那因为我们已经跳过一些了。 中部通勤月票是伫台中市区甲彰化南投苗栗4县市，分做市民甲非市民2种计算。只要是台中市民，市区境内每个月299加100，非市民每个月599。台中、彰化、南投、苗栗跨县市月票，市民每个月699，非市民每个月999。上紧伫5月也是6月实施。对学生来说是福利啊。 如果经费能够用在改善他们的运输的班次路线，其实也是一种方案。方案讲是全国上属的，不过学者是讲，虽然看起来减轻通勤甲通学负担，不过台中市区以外偏远行政区也甲四周围的县市，大众运输的路网相对较无普及，路线涵盖率也较低。台中市公车免费坐10公里，加双10公车的政策效应可能有限。 你要转移，一定要符合他的需要。那如果说你，譬如说你的班次不是很多，或者你的路线没办法到达我要去的地方，或者转乘的时候那个时间要等很久的话，那个要做运距转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学者认为，提升交通便利性、大众运输转移效率才会提高。台中市政府也表示，新市扩大到中部地理平台的8县市，也甲现有的公车政策，是毋是有需要调整，拢会搁详细计算甲考虑。记者综合报道。 有议员亚康到因平台顶悬，有人假造台北市长蒋万安办小号，写2万外人追踪，已经3个月啊，市府却拢无发现。蒋万安表示，已经报警察处理。 台北市刑警大队指出，假造蒋万安办抖音的小号，拢总有5个，目前等咧侦办。土地安全部卡壁进行外壁的巡检，台北市长蒋万安体验所的作业演练，关心职安的议题。不过，中国抖音治安争议一直伫讨论。有议员讲，台北市长蒋万安超过2万个迷众的抖音小号是假，假名用3个月拢无警觉。那立议员拢呼吁治安管控袂使无重视。我在3号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质询，但是。 整个台北市政府却等到3月8号，事隔6天了之后才去进行报案，后知后觉，无所作为。蒋万安市长应该要从受害者变成除害者这样子的身份来严谨看待这个议题。挂着台北市长的名字哈，会造成一定的公信力，也会因此而产生所谓诈骗的行为哈。台北市的资讯局、治安局应该赶快去检视他所有的账号，那并且把这个所谓的假账号或诈骗账号一一的检举。
议员阁建议检察局应该对这个案提出专案报告，加速找出幕后的黑手，针对抖音用假名周满安原来做出回应。昨天我了解已经报警处理。世界各国对抖音有疑虑，若是咱方政府是不是扩大禁用？行政院官员是讲，也需要搜集研究国际相关做法，要评估伫技术面甲法制面的可行性。台北市刑大指出，用周满安抖音小号当作误组，目前当即个伫侦办，因为中国抖音伫台湾无调阅管道，敢来当用各种方式查明小号申请人是谁。有进一步消息会甲大家报告。记者综合报道。黑道帮派伫酒店接春酒，态度唱秋，引起社会讨论。内政部长林佑昌就讲，这已经达到政府的红线，黑道伤害后摆要付出代价。在台北市旅馆工会是提出诉求，认为饭店业者配合警方犯罪防治，警方嘛袂使青帮白帮都走入来，吓惊着人客影响生理。帮派分子伫台北市有名酒店高调办春酒，各故意壮大声势，引起社会不良观感。台北市旅馆工会提出第三方警政配合诉求，若伫某一个旅馆、某一个楼层、某一个时间有高风险聚会，警方会提出配合要求，配合警方管制这楼层的出入口。按高明侵犯食饭场所，警方尽量用专用电梯降低对旅馆长期降低顾客见警率，部分案件改请辩护。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旅馆、特定的楼层，有举办这个高密度、可能是治安风险的会议，透过工会，然后联系业者，做一个所谓的配合义务。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相关业者的配合之下，我们针对这个帮派的活动，可以实施更精准、有效的打击。台北市刑大强调，陆建工会支持警方执行，共同维护治安。面对帮派分子高调行为，为中央到地方拢展现扫恶决心。内政部长林佑昌阁表示，已经录表红线，会互小摆行为付出代价。我想这不只是踩到政府的红线啊，这是踩到地雷啊，所以警方的一个行动一定会让这样子嚣张的行径这个付出代价。林佑昌表示，第一时间已经指示各县市警局面对同款的情形一定要严办，强调这是各县市警察局长绩效指标，各要求县市长爱负起督导责任，共同阻止黑道帮派声势，维护社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海军敦睦舰队开放参观的活动正受欢迎，却因为疫情暂停3天。自今仔日开始到27，都要伫全台湾7大港口巡回开放参观。头一站伫高雄港，一透早就有袂少人咧排队。若敦睦舰队刷落来，敢会恢复出访邦交国交流咧？有风声讲上紧4月出发。动作整齐、演奏高亢的歌曲，海军官校鼓和乐队引起民众的注意。他还那么紧张，对吧？中共的军舰都开到我们的门口来了，那我们老百姓要。今天来这边就支持国军啦！海军保卫海疆是很辛苦的，所以来鼓励他们。用行动小听国军，有民众早时7点就来排队，等咧要参观。海军舰队指挥部今年到远航训练支队有游弹补给的船、升德军舰，还有板草军舰等3台军舰，集合到27号要执行国内环岛航训的任务，陆续要停伫高雄等国内7大港口，而且开放民众就船来参观。我们不仅希望是一个海军本身的一个战力的展示，其实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展现。2020年，海军敦睦舰队出访伫帛琉、磐石军舰爆发的昆古感染，加在疫情无扩大。今年疫情解封，除了海军官校正正学校的学生，佮增加伫管理甲理工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希望因会当增加伫实务的经验，预计嘛要安排因出访伫邦交国。出航有帮吗？这一段的部分会有我们的专门的对外的人员做说明。因为疫情的影响，海军敦睦舰队环台开放参观的活动停办3天。这个全台湾巡回嘛，互军事迷非常的期待。国军嘛希望展现保卫国家实力的同时，会当找到更较侪新人。记者王丽婷、林昭宽个人报道。全球通货膨胀，国际旅游团成本嘛踏悬。乒乓协会公布今年4月到6月。美国甲加拿大的旅游团因为当地巴士、旅馆拢起价，佮欠工，团费比疫情之前贵7-8成。另外，咱花莲港伫疫情以后，头一只国际邮轮瓦港，载拢总500名欧美的游客。
乘搭喷水机式来欢迎疫后第一只来花莲港的国际邮轮，带来539位国际旅客，用团进团出模式，比起塔鲁高七星潭顶花莲有名景点。港公司统计，今年还有9只国际邮轮停靠花莲港。订泊会目前邮轮到我们台湾来，各港口都是全免费哈。那旅客服务费的部分，我们打7折。那来三趟的话，我们第3次的航次是免费的。旅客哈，他们会有感会来到台湾。国际旅游过起来，大家也拢安排出佚佗。不过疫情了，全球通膨影响，旅游团费也对你起价。乒乓协会公布4到6月份团费，东南亚团比疫情进前的同期起1成，东北亚起1到2成。那5港大阪团相关是62800块，欧洲团起3成，纽澳团1到2成，美加团起上济，比疫情进前起7到8成。11港美东团相关是12万。目前所面临到的，除了还是机会不足以外，在整个应该是说供应的这些硬体，包含旅馆、游览车等等呢，都还是有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成本上的一个情况。不过，只有韩国团，因为各航点的航班拢恢复到7成以上，继续甲疫情进前同款。乒乓协会提醒民众，疫情了后爱注意旅游目的地相关防疫措施。疫情了后，市场继续波动，也先确认合理的团费计数。记者综合报道。明华园歌戏团这个拜6礼拜要伫高雄北武营搬8仙传奇的东海经理。明华园第3代制作的经典戏出，要予观众新的感受。另外，今年10月台南市本地亚东馆咧翻新，予明华园进驻，要予台南市真侪传统戏剧发展的基地。热烈的音乐加上响目的灯光，佮再结合台湾传统的表演艺术，和流行甲传统同齐伫咧舞台顶呈现。这是台湾出名的歌戏团明华园的作品《8仙传奇》系列上尾一种。东海钟离串联明华园第2代到第4代演员，伫咧疫情以后，佮再重新启动巡演。这个月11、12要伫高雄卫武营登台。我们想讲的其实是人性的贪婪。还有一念之间的善，不管是在疫情，或者是在整个社会的当代，我们很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用传统戏剧的方式，诉说给当代的年轻观众。明华园的神仙戏会特别的出色，特别的好看，里面不讲神通，是我们陈胜国导演最擅长的，讲的就是人性。重重的这个机关，重重的陷阱，重重的精彩的一个设计，很值得大家支为票价。利用原地台南市亚东馆重新整修，按算伫咧今年10月要开始营运。明华园除了要推动歌戏创新，嘛要推广传统技艺，打造歌戏的文化聚落。取名叫做戏潮艺术馆，传统艺术或者是表演艺术的创新跟培育，其实这块是他们非常重视的。那因为台南是他们的发源地，那也希望可以就有这个举重馆好的一个推陈出新，让大家从新的对这个地方对传统艺术有新的一个培育跟了解，这样。为歌戏加入新的元素，唔是干那传统的山景甲海影的特效。明华园希望带予观众全新的舞台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大溪老爷酒店，昨暝7点外发生火灾，火尾地下室烧到1楼，小点外钟才拍火。有3个人客和乌烟擦着伤。饭店表示，昨400外人客拢免算钱，嘛已经甲人客安排去住其他的饭店。安那老爷酒店会暂停营业3天。本来正水的饭店餐厅，即马是烧甲规间乌麻麻、乱七八糟。消防人员入去地下室的灶骹，想要找是倒位开始导火。最高限7点外，宜兰有名的大溪老爷酒店突然间传出火警。饭店虽紧急疏散400外位旅客，好佳在无人伫咧内面，也无人伤亡。服务人员就告诉我们说，里面有状况，叫我们出来。这件火警敢若是灶骹油鼎导火去烧着油烟管，机房的部分烧甲特别严重。初步看起来，炭烧的面积是20平方公尺。伫附近的幸福病院，总共有3个民众家己去看医生，拢是烧甲砸着。
饭店讲，包括房客加现场食饭的人客，总共有438人。这项的费用全部由饭店出，也会负责所落来赔偿的责任。茶水功能，我们到的时候是没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的。那详细的原因还是要问他们的消防设备的检修公司。泡沫那边有设备，那边都有启动，我们有下去拍。洒水器的并没有很明显的启动，这点我们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等确切的一些报告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说明。饭店讲，因每半年拢会做消防安检，今年2月中拄才做煞，是不是因为安检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甲喷水系统关起来？就要等报告出来才会当知影。东区老爷酒店这边火灾损失也无法度估算，严估因为这几天大房率拢有8成到9成，所以对旅客影响真大。饭店自即马开始停业3天处理，在这段期间订房的旅客会当看是要延期或者是取消退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民众伫安南区安通路5大塞车。煞拄到一台车驶倒头向，差一点就出车祸。伊摕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去甲警方检举，煞因为地点无写门牌号码，检举无成。这个民众是真不满，批评警方放进违规者。驶伫家己车道向有轿车颠倒向咧驶。赶紧饲喇叭将韩道路向正边碰闪开，才无发生意外，不问危险违规行为。民众记录车祸了后，上网检举，煞无被受理。回复我说，我的地点标示不明确。他说没有门牌号码，没有门牌号码不能成立。我说为什么？什么叫做没有门牌号码？因为那条路上就是没有门牌啊。警方认定民众写地点只注记安南区安通路5段，毋是详细违规地点，无被举发。后续佫补充Google地图坐标，佫因为超过7天，警方无法度受理，民众去甲将规定抛弃面册社群，也指警方包庇违规。要检举一颗差点害死我们的车辆，我们还必须具备的很多我们原本不应该知道的一些、不会知道的一些常识的知识，不是常识，是知识。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裁罚基准的细则，那民众检举资料欠缺具体明确，我们是不予举发的。警方回应处理规定符合规范，也就是讲，若要检举，爱写完整地址或者是交车路口的名字，无明确地点应该检附 Google 地图坐标，佮配合违规相片或者影像，时间车牌甲违规事实者资料才算交全。超过7天无报警，也是考虑处理案件时间甲量能，警方未包庇违规。记者综合报道。新竹世界博览会台湾馆转型的工程开2亿3千万的经费，在2020年4月动工，想袂到承包的厂商财务出问题。这个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动点半年啊。新竹市议会就要求市府赶紧厘清责任，甲厂商要求赔偿。世博台湾馆原本的天顶造型已经改变，不过内底空间有的是已经完成。有的只存工地，你照道理你主结构要好，然后整个验收完，你这些细的东西才会进来嘛。你房子都还没有验收，你就开始进床、进家具、进电视，怪怪的吧？规栋5层楼的工程，经过2摆契约变更，原本2021年12月就要完工，即马却因为包商财务出问题，进度停在79%。而且已经休工要半档啊！现场的状况，除了1、2楼好一点以外啊，这本身这个天灯管这个主结构啊，现场是非常的混乱，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啊还是有待改善。那当然在施作的这个到一半啊，未来我会请市府是不是说针对这个功能性，能够做一些设计的这些改善。市府讲，目前除了甲厂商900外万保证金充公以外，出来卖检讨合约，算出违约金额，要求厂商赔偿。针对比较完成度比较高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先行针对1、2楼的事情，然后在后续年度的话，把它做完工启用的一个动作？那至于说3到5楼的部分的话，因为完成度比较低，那这个事情的话，也会进行后面规划检讨之后，讨论后面的一个规划方向。或者世博台湾馆专案管理的厂商，参新竹棒球场工程是同一间，监督小组质疑是毋是有相关责任，也要求市政府要去检讨了解。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南两家因为洪选做本所长的议定地，当地里长就带民众抗争，要互全台湾拢认捌这个砖头。最近这几天，两家的登记上济有成12万人来参观，真受肯定。
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个拜六下暗7点半，就要带观众来熟悉这个定制主办人，做伙来看因是安怎透过艺术，让大家看到这个砖头的水，让在地囡仔进北家乡。我们进场可以先看到呢，很多这种风车的印象。7点前升起，带民众伫两家复兴山公园做艺术导览。这是伊甲团队规划空山节艺术展览第4年的计划。这届展览的作品有真侪是艺术家甲在地人共同的创作，加入两家的特色，成做艺术创作的作品。龙崎从第1届以来，我们一直都好像感觉是一个空空的地方。那也是当年为什么2019年就是文化局长会邀请我们过来龙崎的一个原因。两家因为人口少，歹种做，因过要正做粪扫坑大场的预定地。策展团队为4年前开始来台南两家，了解在地故事，嘛邀请各地艺术家、甲这居民共同打造空山节，活化地方的文化，嘛甲艺术的种子压落，让在地囡仔会当认同家己的故乡。因为龙崎就是有点像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认同感的地方。我的使命就是在未来之后的龙崎的小朋友，或许也许他们会长大之后回来去承接这个东西。经过4年的空山节，两家喂养过人无济所在，慢慢培养出一寡来者的社群。透过艺术伫社区的参与，嘛建立社区的信心。有做者少年人，伊伫咧办空山祭这个时间，伊入来食，所以伊感觉这片土地袂歹，对，甚至伊伫遮做工课，伊逐当拢咧等这个时阵。大家拢感觉足惊艳的，感觉哦，原来遮嘛会使发生安尼的艺术展览。空山节打造出属于两家的艺术节，转化在地特色，创造新剧。今年空山节主题是随风去流，讨论学生总是爱离开故乡发展的现实。偏乡的创生，伫每一个所在拢会行出属于家己的路。伫两家看到流动型人口的重要性，希望这个所在会当永续创生，继续发展落去。记者吴淑美、连新维台南报道。全球演艺界上重要的奥斯卡颁奖典礼3月12要举办。今年有一寡和国际时事相关的影片引起关注，亲像入选最佳纪录片的《破碎之家》，导演透过镜头记录乌克兰一间儿童收容所，囡仔伫战争之下心内犹原有希望。另外，入选最佳底片的《红色手提箱》，咧讲一个伊朗的查某囡仔甲头巾偷掉，勇敢追求自由的故事。Жизнь здесь всегда была тяжелой, но война сделала все еще хуже. Но надежда все еще мерцает здесь. 丹麦导演威尔蒙特所翕的纪录片《破碎之家》入围今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电影记录伫乌克兰东部一个专门收容家庭有问题，也是去互虐待的囡仔的收容所。导演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拍这支片。伫拍片的过程当中，伊看到真侪残酷、互人悲伤的代志，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嘛看到这个囡仔真了不起的所在。Kids' amazing ability to adapt and to survive and to try to reach out even in tragic circumstances to the good things in life。导演威尔蒙特伫2017年的时，嘛捌拍过另外一支以乌克兰囡仔为主题，得到真侪国际大奖的纪录片。伊希望即摆会用因为这支纪录片《破碎之家》入围奥斯卡，互更较侪人关心乌克兰的囡仔。一个真有艺术天分、16岁的伊朗少女，伫老爸安排之下，坐飞机到法国巴黎，要嫁予一个比伊家足侪岁的查甫人。这个伊朗的少女伫机场勇敢把头巾摕落来，开始准备要逃走，逃离开一直受到别人控制的人生。这是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底片的电影《红色的行李箱》。原本奥斯卡的底片是较少人会去注意到的奖项，但是因为去年发生伊朗的头巾事件，这个影片才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导演是出世伫伊朗，即马已经摕到卢森堡国级的内许瓦德。伊讲伫拍片的时阵，伊要求女主角目睭爱直接看卡梅拉的镜头，因为伊希望透过镜头向全世界受压迫的女性传达一个信念。Follow me, like me. Take your hijab off. Don't accept this domination, and let's be free. 记者甘延恩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27度。
中部地区15度到28度。南部地区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6度，外岛地区14度到25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日同这个时间，咱再会。